一打開新聞，見到打仗、股市暴跌，好多後生仔第一時間唔係驚，而係覺得興奮。心諗機會嚟啦，巴菲特都話別人恐懼我貪婪，趁低吸納，準備財富自由。你以為每一次嘅宏觀危機都係財富重新分配嘅黃金機會，但現實係呢種世界級嘅動盪，從來都係一場針對普通人嘅完美收割。你以為你喺度撈底，其實你只係做緊大戶嘅接盤俠。戰爭從來都係一場資訊不對稱嘅遊戲。當你喺手機 Apps 收到一大紮新聞嘅時候，華爾街嘅大機構有內幕消息嘅高層，其實已經一早報好過，甚至已經係賺夠準備散水。人哋用緊最頂級嘅智庫、超級電腦去分析局勢，而你就係用緊延遲咗幾日嘅免費二手消息，喺個廁所度撳電話同人對賭。人哋睇住你嘅底牌嚟打，你憑咩覺得自己會贏？最殘酷嘅係，就算你忍住手唔炒股票，呢個戰爭嘅代價一樣係會硬生生咁落喺你身上。打仗導致全球供應鏈斷裂，能源價格上升，最後演變成惡性通脹。你嘅月薪冇加過，但係落街食飯嗰啲飯貴咗，交嘅電費又貴咗。你以為你冇掂股市就冇輸，其實你張糧單嘅購買力已經係俾呢場遙遠嘅戰爭無聲無息咁樣蒸發緊。面對呢種改變世界格局嘅風浪，普通人最大嘅錯覺就係以為自己可以喺火中取栗。真正聰明嘅人喺呢個時候唔係去諗點樣去發展真財，而係諗點樣生存，保住你嘅本金，守住你份工，減少無謂嘅開支。喺大風大浪面前唔輸就已經係最大嘅贏家。唔好唔記得，我哋只係一班普通嘅平民百姓，我哋根本就冇咁嘅能力去同啲大機構、大客戶去做抗爭。我身邊有好多朋友，佢哋都係抱住一種我命由我不由天嘅態度，喺一個而家股市咁動盪嘅時間，去不停咁樣掃底賣貨，點知越掃就越低，最後佢哋都係敵不過呢個恐懼情緒，喊住咁樣離場。廢話少，精簡多，呢度係零度現實，每日為你拆解一個殘酷真相。撳個訂閱，我哋下次見。